哎呦！哎呀，你全身都是疼，叫落来酸豆肚。我无要紧，姑娘，你有用办件么？奇怪，家下的逢龙安泰，为嘛个一下就风平浪静？应该是菩萨的保佑啊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呐！姑娘，不用多的，你的平安无事，也就太好了啊！无事就好，无事就好，呀，就很做缘分呐。好行少年。
头，黑下一个木人，强富翁杀吹呀！哈，真是无用哎！不，启禀梁王，已经见到公主的下落嘞。哦，一次，好，推辞唐令，猜名义速速，一前往，将一五捉回梁宫，不得救我，一身遵命。姑娘，要好好对我啊！真是奇怪，也太海茫茫，姑娘你为何不跌落海中呢？新五子故乡虽在，一家人想到南阳上去投亲，海中艰难，父母双亡，已经路途遥远，我又是单身的五子，不知何处能去了，公子啊！一家头南路迢迢，后没有人心海上漂，故乡虽在报一条，娘的哀伤，娘的哀伤心呀高。言来如此，俺拄好，我也南阳上的意思，以下就会回转故乡，莫就俺永行。你老爱双人同行，人互相也有何照应啊？是。姑娘，你单托自己，我要是父母双亡，那是姑娘你莫去嫌，二人同行前去，只是为了互相照应，我并无撇中的意思，请姑娘你就爱放心嘛。公子，你给堂堂该君子，伫了太海之中，杀命救爱，爱且对相信也个为人啊！好，就以公子所讲，下里就一同前往南阳就是真应该，太好，太好了呀！俩就多请公子。姑娘，莫叫见外，喜爱本身就好。好，本身公子。错了，望有强教，姑娘你嘅封面去嘛改咧？爱名喊九阳，九阳，人比花九，结出水芙蓉，好命，真是好命啊！无来爱啦，莫爱用人啊！无来爱，爱无想爱命咧，伊帮爱牺牲，爱对了世间好，没某某个意思啊！你真嘅冇安用人呐！孟会长，发生乜嘅事情呢？两位太公，你讲来是谈看哪里呀？唉，
我靠贩卖药材咯，米粮医生呢，从安部啊，个一从太丰隆，让我个药材咯，米粮全部打死退嘞。你还爱卖本慢呢，还还个稀死好嘞，还稀死好嘞。两位太公，事情总是有办法好解决啦。那有没有个办法了？公子，你想留佢天数吗？不如留一个药材买下来，救佢一命啊！啊！不过俩丢药材，全部本水打死，还有用么？是公子，行善之人必有福报该。九阳公用，你讲的有道理，是啊，以后被蒙波嘞。今年公用有此件非之事，俩丢药材，也就全部攞佢买下来。两位太公，nghiêm事小利，多带药材，全部给得几多钱？你老爱讲，我攞佢全部买下来就是了啊！啊！但真应该，多谢公子啊！你真是俺个再生父母，都像你，都像你不呢。用道理。满天浪落莫共彩，共饮啊为师啊，共饮为师饮书斋，饮书斋。当年公子为归来，为奴啊心中啊，为奴心中是应该，是应该。唉，相爱情深，从小本刘父属刘为奴，竟然又适逢天灾，奴婢多数归乡，满庭凄凉。公子又向来好好，书珠又好，喜酒就忙转，想想恩了刘父，何时何夜，怎能恢复往日的光景啊？唉。清醒啊！清醒！清醒啊！清醒！清醒！公子啊，你转来呀，挺好诶，你转来就好。呀，位嘿，两位啊，两位就会九阳小姐。哦，九阳小姐你好。好，小哥，唔是按道理。错了，清醒。赶紧招呼佢哋位老东西开落去呀！哦，好，来，随我来。九阳小姐，佢按多前事，係我屋企嘅管家，我哋要睇一家，就將一家人強用啊！原來係按樣型啊！搶！公子啊，东西我已经安排好嘞。清醒，我出門不在我開了段時間，有冇不卡變到按樣型咧？佢其他人現在會啊？唉，公子啊，自從一出門以後，家鄉就都到水災，其他嘅家人無法度生存，個加上從來嘅改變不斷，佢哋就一扎扎走一走，拖一拖，只剩我一生人，我咪唔要用格殺啊！
原来是俺用人，其实你也辛苦了。唔会啊，少爷，你转来就好。今日后有乜嘅打算呢？这公子，既然上中含有怪票，给你啲嘅船当红买嘅药材，冇定错，做得用啊！哎呀，掠到药材全部本水打湿，香姜没冇乜嘅作用的。嗰條藥材係食嘅，還係走嘅，你冇看過樣會啲？哎，对呀，其实啲药材放在那位，今日帶我來一看。好，少爺。奇怪，公子啊，药材冇事啦？对呀，真件太奇怪了，入邊藥材就好好，完全就冇事嘞。係呀，公子，挨早就講過啊，佢行山必有好報佳啊！公子，日去啊，老藥材拿去救你，要緊啊！哦，对，其实你更加去處理。好，姑娘，你講你禮拜都在了位人前，請問你嘅家人帶在哪位呀？啊，係遠房嘅親戚，帶在南陽城外有8里路啊！哦，既然係遠房嘅親戚，姑娘，你千里投奔，那是期末，有乜嘅打算呢？爹，你係無法度意料嘅，只好談天由命了。小姐，我有幾句話想要講，香江未冒犯到你呀。你係人嘅救命恩人，有乜嘅話你就直接講吧。小姐呀，小姐頭殼是何話言，就算情是言情。何
是苦，无有归家。无才是苦，有归家，也有归家。多谢公子一片的好意，只是因爱萍水相逢，落到公子疑心不安呐。小姐，你老爱按有言，就如同家人一般，此事强家，小太不足，为国小姐你咯。公子你听下去嘞，既然神梦疏流，已经是感恩不清。不如那个家业就交给俺料理，你去处理救人之事啊。嘿，放得啦，哎，用办好意思嘞。你讲该啊，俺里就像一家人相样，你莫怕人的事情，两片交给俺就好嘞。嘅就有罗小姐咯。中是妙法，六错强强遍地发，三世自有天降下，风不求言不犯法。